毛利族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现在我们要最尾巴的就是我们自己傣样的舞蹈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看，在不管是在哪一个族群，在每一个地方的原住民，其实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哈。所以呢，今天呢很开心，我们也邀请到毛利族他们愿意来到这边与我们一起共度圣诞夜哈。那接下来最后的节目是我们自己部落的年轻人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一些歌曲还有舞蹈要呈现给各位，所以我们这时候呢，用我们的掌声很大力的给他们拍掌好吗？谢谢。好，我们欢迎我们乌来的青年，再给他们掌声鼓励，谢谢。
家都是给手里他妈那然后拿到民主协会kata pada belakang juga ni mah bawa naga akim sa lokah yang siru hatta sebelum ko ngomong New Zealand